夏夜白物語開始，破碎嘅回聲，怨念未散。夜行列車空座仍在等候，古街夜雨，傳說喺街上迴旋。江戶石路，傳說跨越時代。你仲敢睇落去嗎？幾年前有晚，我半夜突然心口唔舒服，辛苦到連行去廁所都去唔到。第二朝好咗少少，但係仲有啲發燒，所以我請咗一日假去睇醫生，抽完血，做晒檢查，等埋結果。我以為拎埋藥就可以翻屋企，點知咁即係我要住院。我簡直唔敢信自己聽到嘅嘢。診斷係腸胃炎，但係我血入邊嘅發炎指數太高，最後都要住院。我試過同醫生講我唔想住院，但佢唔肯。結果我人生第一次住院，因為係臨時入院冇床位，所以安排我住咗隔離醫院嘅單人病房。雖然遠咗啲，但係有咩事就撳鐘，我即刻過嚟。一位好熱情嘅護士帶我去病房，我嘅住院生活就咁開始咗。不過真係冇乜嘢可以做。因為禁食治療，我食唔到嘢，一直吊鹽水，咩都唔想做。突然住院又冇準備，時間都唔知點打發。半夜醒咗去廁所洗手嗰陣，突然有人喺後邊叫我：你好嗎？你好，我唔太舒服，食唔到嘢。佢笑咗笑就離開咗浴室。咩事呢？但都冇多想，返房繼續瞓。之後係走廊或者其他地方，我都會遇到佢。佢成日都問我你好嗎？我答完佢就會笑笑口走咗，冇再講嘢。我試過同佢傾偈，但佢完全唔答我就走咗，根本傾唔到。如果佢唔想傾偈，佢點解仲要同我講嘢？住院第3日，我終於唔使再吊鹽水，開始有飯食。雖然叫做飯，但好似粥嘅液體。即使咁，我都覺得好感激。有返食嘢感覺。嗰晚我又係廁所遇到老伯，佢又問我你好嗎？我心情好好，因為終於可以食嘢，就答佢多謝你關心。我吊完鹽水，而家可以食嘢，等出院啦。佢聽完之後好明顯好失望。一般嚟講，聽到人康復應該開心，但佢失望得好明顯，我都唔知講咩好。佢拖住沉重腳步返咗房。之後我就再冇見過佢。隨住我飲食慢慢恢復，我四圍行下。醫院好大，我係自己樓層行到悶，就去其他樓層睇下。行緊嘅時候，見到有個病人被抬上擔架。而家同你去沖涼。聽護士咁講，應該係送病人去沖涼，但嗰個病人完全冇反應，臥床不起。我小心翼翼行到走廊盡頭，當我經過個病人，一望咗個樣，竟然係嗰個成日問我你好嗎嘅男人。我即刻衝去護士站，雖然知道唔太好，但都忍唔住問咗個我一直好在意嘅問題：頭先嗰個被抬走嘅病人係咩病？唔好意思，呢啲係病人私隱，我唔可以講。我明白，我住喺樓下，嗰位病人成日同我講嘢，所以先問，唔好意思。我講完，氣氛即刻變得好尷尬。護士們互望咗一眼，其中一位護士話：你應該係認錯人㗎。嗰位病人一直昏迷臥床好耐，如果佢真係可以行得，佢屋企人一定好開心。出院之後，我身體一直都好好。我唔知嗰個男人而家點樣，嗰個叫我基人究竟係邊個？我大學嗰陣喺一間酒店兼職做清潔工，依家聽落好似冇乜嘢，但係古老習俗，成日刻意避開4同9呢2個數字。譬如話401、402、403之後唔係404，就直接跳去405，根本冇人住過404號房，因為好多人都唔肯住。我一開始同2位師傅一齊做，田中先生做最耐健談，
中村先生做嘢快，但係比較冷淡。工作本身唔複雜，但係要好細心，因為要檢查房間每個角落。頭幾個禮拜，佢哋教我班次同流程，我習慣咗之後，通常就自己一個人清潔。有一日，我哋休息返去自己工作區，中村先生突然同我講：去405房要小心。我一臉驚訝問佢點解，佢就擺擺手，好似示意有鬼。我同田中先生都即刻嚇一跳。田中話：唔好驚，可能你錯覺啫。雖然我哋冇見過，但之前辭職嗰個女仔同客人都講過，以防萬一啦。其實之後幾次我都去405號房打掃，都冇事。直到有次我用備用鎖匙開門，先大概掃過一眼，房間唔算好污糟，於是先去浴室清潔。突然我聽到開門聲，翻頭一望，就見到有隻手由房門外伸入嚟。我再走去門前，就見唔到人影。我即刻開門去走廊揾，但長長走廊上一個人都冇，其他房門都鎖住，無處可藏。我頓時全身震抖，連忙打電話返前台。中村先生即刻衝過嚟。發生咩事？我講完，中村先生都冇計，唯有硬着頭皮做好手頭工作，然後同佢快手收拾返休息室。我哋一齊睇監視器，發現405房客人已經30分鐘前退房。畫面上就見到自己入房同跑出走廊。有同事透露，呢間酒店以前本來有404號房，後來換咗號碼做405。試過請人驅魔，仍然怪事連連。最後酒店決定之後去405房要2個人一齊清潔。後來幾個月，我同田中先生一齊去405號房，每次都提心吊膽。有一次，我同田中先生見到門好似自己打開咁，田中先生驚訝咁講：我好似見到，但入去一睇真係冇人。雖然好奇怪，但我都喺度做足2年先辭職。辭職之後幾個月，中村先生揾我，想通知你一聲，田中先生過身，4月4號收工，返屋企路上撞車。我心裏邊一寒，雖然可能係巧合，但之後我都盡量避開生活中嘅4字。雖然想去忘記，但提起田中先生嘅事，仍然令人毛管動。旅館依家停業，但呢段經歷絕對係一個毛管動嘅故事。大學後半段，我空閒時間都用嚟打工同飲酒。我唔知道大學1、2年級就可以收滿大部分學分嘅制度係好定唔好，反正我冇咩嘢做，就由朝返工返到晚，週末就成日飲酒。有一日喺一個酒會上邊，我突然想去廁所，覺得時間緊迫，都唔算太夜。但係廁所係男女共用，淨係得一格，所以去廁所嘅人多到水泄不通。我真係忍唔住，就經樓梯去另一層嘅廁所。樓下一片寂靜，無一絲燈光，仿佛之前嘅喧鬧都係幻影，眼前空無一人。平時我會感到驚同猶豫，但我知道而家再唔去嘅話，可能會釀成無法挽回嘅後果，所以我逼住行入去。我靠住手機嘅燈光行入廁所，燈仲開到。當我去緊廁所嗰時，我發覺佢牆上有字，字下邊寫咗個數字。我思考咗一陣，突然明白係一個電話號碼。從數字嘅位數同寫法嚟睇，似乎係座機號碼。我覺得好奇，於是用手機打過去，睇下有冇人聽。鈴聲響起之後，對方接聽，開始講嘢。我以為講日文，但係咩都聽唔明。佢淨係不停講嘢，亂講一通。聽咗一陣，頭痛得好厲害，亦都有啲驚，就收咗線，沖咗一口氣，返去酒吧繼續飲酒。第二日，我突然記起係廁所打過嘅電話，但係我睇返手機通話記錄，冇咗個電話號碼。我當時覺得好奇怪，因為我唔記得自己刪個號碼，但係嗰陣時我醉咗，所以冇太放嘅心。幾日之後呢，發生咗一件奇怪事啦。工作休息期間，我突然間聽唔明人哋講嘢，我可以聽到佢哋講咩，但係全部並埋一齊就聽唔明。
就好似嗰次喺廁所聽到咁，呢個突如其來嘅變化令我好困惑，但係好快又恢復正常。咁究竟發生咩事呢？我以為只係我嘅錯覺啊，但係當我喺櫃台上默默工作嗰陣，有位常客過嚟望住我。咁講返先，我喺一間超市打工，負責處理貨物。呢間超市好有本地特色，顧客多數係熟客，不過係客人入邊有一位特別顯眼，或者叫做有啲奇怪，佢就係其中一位，被稱為折扣小姐。佢成日望住我，佢會拎住就快到期嘅貨，然後問店員：呢個可唔可以平啲啊？正當我覺得真係麻煩嘅時候，折扣小姐竟然出人意表咁講：靚仔，你被詛咒喎。講咩啊？當時我真係唔知點答佢。你聽唔明人哋講嘢咩？呢個就係詛咒，佢會越嚟越嚴重，最後你會同其他人冇法溝通。你覺得會發生咩事？會發生咩事啊？你會死咯。呢個完全出人意表嘅反轉。我可以幫你解除詛咒，作為回報，你可以再平啲嘅靚仔。真係咩？多謝你啊，靚仔。聽日我帶埋工具返嚟揾你。第二日，折扣小姐將一條念珠遞俾我。你身上嘅詛咒未完全解除，不過只要帶住呢串念珠就會冇事。講完之後，佢又陰陰嘴咁笑一笑。佢落更奇怪，反正而家其他人講嘢聽落已經冇再出問題。折扣小姐嘅詛咒應該真係有用。我後來搬離咗個區，但我一直帶住折扣小姐俾我嘅念珠。如果我唔帶念珠，其他人講嘢我又會開始覺得奇怪啊。我返學嘅時候曾經返去寫住電話號碼嘅廁所，當我返到去嗰度冇晒字，好似俾人抹走嘅一樣，唔知道係咪俾落詛咒嘅人抹走咗。對於冇被詛咒嘅人嚟講，可能只係一個笑話，但對於中咗詛咒嘅人嚟講，呢件事就係生死攸關。呢件事發生係我初一暑假嗰陣，平時我會同父母、家姐去鄉下親戚屋企住幾日，但嗰年家姐出咗車禍，媽咪就留低照顧佢，我就同爹哋一齊去。我由小學開始，每年都會返嚟，所以對周圍環境好熟。但係每次返鄉下嘅時候，我記得大人總係會話俾我聽：小朋友千祈唔好去山上邊嘅鹽山神社。鹽山神社好耐以前就有，但係我從來未去過。我問爹哋點解，佢就簡單地講：嗰度係你成年之前唔可以去嘅地方。雖然我好奇，但係我都忍唔住，而且因為驚自己一個去，所以唔知應該點做。同時間，小玲問我：你喺度做咩？小玲住喺我親戚屋企附近，因為我哋年紀差唔多，所以每次我去親戚屋企，我哋都會一齊玩。我同小玲講完鹽山神社嘅事之後，我哋決定召集附近嘅小朋友，搞一場膽量考驗。嗰晚11點，我偷偷咁走出去，離開大人飲酒嘅地方，去同小玲約定地點。喺嗰度，我遇到咗見過幾次面嘅楊香同飛珍，仲有飛珍嘅妹妹愛莉。睇嚟大家都想去鹽山神社探險，所以佢哋都好快應承。由出發地點向山上行，去到鹽山神社大概要行20分鐘。我應該大概知喺邊。我決定去完鹽山神社就立即趕返嚟，大人就唔會發覺。去鹽山神社嘅路上，我既興奮又有啲驚。但當我到咗，我以為係鹽山神社嘅位置，見到座荒廢污糟嘅鳥居，我開始後悔。呢度總有一種唔尋常嘅感覺。神社好細，穿過鳥居2米入邊，就有一座細細嘅神社。小玲失望咁叫：咦，就係咁咋？一啲都唔恐怖噶。我哋而家返屋企啦。你哋阿媽會鬧噶。我正想同意飛珍同愛莉提議，但楊向係我阻止佢之前就開咗神社道門。佢望入去，突然吸咗一口氣，揞住口瞓咗喺地下，不停好痛苦呻吟，仲用雙手不停找自己喉嚨，
直到流血。其他人見到呢個奇怪嘅情況都呆咗。我去揾爺爺。然後順住我哋嚟嘅路跑返去。飛珍話佢都要跟住一齊去，我同小玲留低，按住楊向雙手，唔俾佢再抓傷自己喉嚨。幾分鐘後，我哋聽到腳步聲，飛珍、愛莉同佢哋嘅爺爺衝返嚟。老爺爺一見到楊向就話佢個喉嚨，然後吩咐飛珍，你去揾村長同埋打電話俾你婆婆。跟住佢同我哋講，你愛莉同小玲都有危險，你哋快啲返屋企，婆婆喺度，唔會有事嘅。所以就照老爺爺咁講，返咗屋企。返到親戚屋企，呢件事已經傳開，爸爸嚴厲斥責我，都話咗唔准你去。我一邊流淚一邊後悔，因為我話要去，楊向先會變成咁。親戚安慰我話，都係因為我哋冇講清楚。楊向雖然喉嚨俾野狗神咬傷，但老婆婆喺度，佢會冇事嘅。我問起野狗神係咩嘢？好耐以前，村入邊有一對父母同個細路俾人歧視，最後係冇嘢食嘅情況下餓死。當個細路臨死之前就話，我要咬斷佢哋嘅喉嚨，我要佢哋食唔到嘢，我要佢哋同我一樣咁痛苦。呢句說話似乎成為咗詛咒，因為村入邊細路一個接一個割喉吐血身亡。後來有位和尚替佢哋淨化咗心靈，而遺體就埋葬喺鹽山神社原址。之後，關於細路唔可以靠近鹽山神社嘅傳聞開始流傳，因為曾經有個好似楊向咁嘅細路貪玩，偷偷咁入咗神社，釋放咗詛咒，然後抓傷自己喉嚨而死。亦有好多成年人入過神社，但唔知點解佢哋都平安無事。大家認為，正因為係細路先會被詛咒，所以細路靠近鹽山神社就成為禁忌。至於嗰位老婆婆，據講係最初封印野狗神和尚嘅後代，負責喺緊急情況下管理神社。天就光，我聽到有敲門聲，果然老婆婆企喺門口。楊向嚟得及時，唔好再返去啦。細路留喺屋入邊，唔好開門。老婆婆講完就走咗。之後爸爸聯絡咗媽媽，決定當日就返屋企。聽講小玲、飛珍同愛莉因為擅自去鹽山神社而俾人好好教訓咗一餐。楊向住院一段時間之後完全冇事，喉嚨上似乎冇任何傷痕。神社仍然喺度，就算長大成人，我都再冇靠近過神社。呢件事深深刻喺我腦海入面，我知道唔係夢，而係真真正正發生過。聽到嚟呢度，多謝你哋嘅支持，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撳埋叮叮鐘。有咩問題可以喺下邊留言或者分享㗎。@埋我哋 IG 同 Facebook， 亦都可以喺右下角超級感謝 Super Fans 支持我哋繼續發展。拜拜。